再去冇路啦。係啊，佢哋話冇路㗎。冇㗎，行唔到呢度。冇路啊，嗰邊。有路，但係佢話唔啱啊。你們去哪裡啊？我們去上山玩。上山。啊，去那個小山洲嗎？你嗰啲行出邊啲嗰度有條水，有啲水嗰度先。係啊，我知道啊。咁你哋而家去邊度啊？嗰啲行山上面就係水。呢度有山路上去㗎。係啊，有山。哦，行山路上去，係咪去嗰個水庫嗰度啊？水庫嗰度行得上去，但係你嗰啲唔方便行啊。即係你哋會唔會上去水庫啊？可以。你哋去水庫啊？我嗰啲唔去水庫嗰度有。哦，呢邊呢？呢邊冇路㗎。這邊沒有路的嗎？這沒有路，這沒有，就是說。但這個路很明顯哦。這個路沒有啊。咁明顯嘅路會冇路？睇下先。哇！好多嗰啲舊嘅屋喎，似乎係一個村嚟嘅喎，啲村嚟嘅喎，村嚟嘅喎呢度。有村又點會冇路呢？係咯，有路啊，不過唔知通去邊。係咯。好多啲村嚟喎，點解冇路？應該有路㗎，不過冇人行。有沒有路啊？沒有，老闆。那你們也是在那個水缸嗰度上啊？哦，對，同我哋接下去吧，這裡沒有路。咁咪一齊啦。騎不了車，這裡只能人走一下，前面就在走到這裡了，前面。這裡有絲帶喎，這裡也走不到前面，也沒有路了。就是他們鄉上有時候。那你們往這邊走啊？我們這邊我們是爬山的，跟你們不一樣，你們走不了路的。不是，我們可以抬車上去。不行，不好弄。就是人可以走，我們也可以走。那你的背着车吗？抬車啊，對。不安全。主要是肯定有路，這是有路。走到那裡都沒有啦。沒有。哦，那你們去那裡做什麼？他坐在那裡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，然後走回頭。爬山沒有，我們不是，他們就拔筍就回去了。爬山回去。哦，对，這裡沒有路的，很不安全的。因為全部是這樣的路，你怎麼走嘛？對不對？知道了，謝謝啊。走不了，真的走不了，不安全，真的不安全。走路還可以。不安全啊！佢話不安全。咁我哋翻轉頭啦，去翻嗰個間位嗰度。翻轉頭，去翻嗰個間位嗰度，跟住咧就要推上去海拔40米，好似都幾斜嘅喎。不過頭先喺嗰個登山口，我哋踩車上嚟，去到嗰個間位咧，雖然我又踩下又推下咧，其實都好快就到嗰個間位嘅，跟住就要推車啦。咁呢條路都可以再玩嘅。好啦，呢有個墓碑係咪？呢度喺村落嚟嘅喎，前面有村屋嘅喎。係咪下邊啊？係啊，去嗰個間位就推車上。喂，阿 Jeff 你行先。嗰個間位。係啊。我呢度啲村啊，幾多屋？係啊，以前係舊區嚟嘅呢度。係咯。阿 Sam 哥咧今日踩架節車，全程喺度踩。好彩天氣係嘅。好啦，到呢個間位啦。呢個間位就要推40米海拔，好鬼斜嘅。阿老闆有一段都係要抬㗎。
我睇翻條片，佢一定係要抬嘅。推40米啊！係咪呢度？係。佢好似係過咗間位有條路喎。過咗間啦。係應該係過咗間，跟住又過咗間嗰度行上去，跟住又屈翻過嚟。過唔過間啊？仲有乜翻過嚟啊？係啊，過唔過間啊？睇下先。嗱呢度好似又得喎。行下先好喎，不如。睇地圖就係啦。睇地圖。就係過咗間，跟住又再翻過嚟。係嘛？可能呢條路靚啲喎。嗰邊咪可以啲。因為佢哋啲相咧有呢啲嘅。係啊，我見佢有抬過車㗎，有一段要上幾廿米啊。但係呢度可以上咧。上咗大。嗱，如果睇翻老闆個 GPS 就係過咗間，過咗間咧又再屈翻過嚟嘅。咁但係呢度咧其實都有條路咧，就唔需要過間嘅。就係擔心前面可能過唔到，過唔過到啊？唔係啊，會唔會兩條路？有路嘅。唔係啊，上面會唔會去咗左邊啊？而家我哋去右邊啊，會唔會啊？我哋係沿住條間呢邊嘅，我哋喺呢邊嘅間嘅左邊上嘅。呢條路咧好明顯啊，咁啊應該唔使過間咯，係好明顯嘅一條山路嚟。40米海拔。